喺救護車上面見過咁多獨居嘅案例，我睇清楚一個真相：揀自由嘅人一定要學識承受孤獨。呢啲唔係心靈雞湯，係你想要自主人生之前必須付出嘅代價。好多人以為自由就係想做咩就做咩，但係佢哋冇諗過，絕對自由嘅背後係絕對嘅孤獨。哈佛用咗75年追蹤數據話你知，長期孤獨等於每日食15支煙。呢個唔係比喻，係生理指標嚟㗎。孤獨會令皮質醇水平升高，削弱免疫系統，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。但係問題嚟啦，點解有啲人頂得住孤獨，有啲人就被孤獨壓垮呢？關鍵在於你有冇將孤獨變成可控資產。英國設立咗孤獨大臣，日本有孤獨死現象，香港嘅獨居人口都喺度上升。呢個係全球性嘅社會課題，但係真正犀利嘅人早就學識咗喺孤獨之中建立內在系統。佢哋唔係唔需要人際關係，而係識得培養一個唔使依賴他人回應嘅生活寄託。可能係健身、閱讀、手工藝，或者任何可以令你進入心流狀態嘅事。心理學家契克森米哈拉講嘅心流理論，核心就係當你全情投入做某件事嗰陣，孤獨感會被專注取代。你將幸福感過度寄託喺人身上，對方一旦冇辦法回應，你嘅情緒系統就會崩潰。但係你將佢建立喺一個可控嘅興趣上面，你就掌握咗主動權。由貿易到保險冠軍，我見過太多強者，佢哋唔係唔孤獨，而係識得將孤獨變成資產配置嘅一部分。你以為佢哋冷漠，其實佢哋只係清楚一件事：依賴別人填補孤獨係將風險外包，培養獨處能力係將風險內化成可控資本。呢個就係點解真正有格局嘅人都有自己嘅精神據點。唔係逃避社交，而係確保自己喺任何情況下都有一個穩定嘅內在支撐系統。呢套系統唔需要別人在線，唔需要即時回應，隨時都可以啟動。城市化同數字化令我哋睇落去更加連結，實際上更加孤立。社交媒體俾你淺層互動嘅錯覺，但係冇辦法填補深層嘅孤獨感。所以你需要嘅唔係更多點讚，而係一個真正屬於自己嘅錨點。自由係能力門檻，孤獨係資產配置。識獨處嘅人，三維資產、金融資產、人力資產、認知資產先至真正起跑。你嘅時間唔會被無效社交消耗，你嘅注意力唔會被情緒勒索綁架，你嘅心理韌性唔會因為別人嘅缺席而崩塌。呢個唔係叫你放棄人際關係，而係要你建立一個更加穩定嘅底層系統。健康嘅人際關係係支持系統，但係個人嘅心理韌性先至係根基。你唔可能永遠依賴別人嚟對抗孤獨，但係你可以培養一個隨時可以自我充電嘅能力，揾一件唔需要別人回應你都可以全程投入嘅事。可以係學一門新語言，可以係練瑜伽，可以係烹飪。關鍵唔係做咩，而係建立一個屬於你自己嘅心流入口。如果孤獨感已經持續影響你嘅生活，咁就將佢當成健康信號，尋求專業協助。呢個喺全球都係被鼓勵嘅做法，唔係弱點，係自我負責。